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，咱咧困的3种姿势，台语安怎写、安怎讲？困摊起、困摊拍、甲困摊笑。困摊起就是侧睡，有起正手边的正摊起，甲起倒手边的倒摊起。啊，若困摊拍就是倒拍，就是趴睡。还佫有困摊笑，就是仰睡，就是面朝上困大字形。一般来讲，困摊笑。身躯的重量平均分配伫个大面积，对量骨有好的记载。啊，上侪人困摊起，讲困摊起的时阵，颈椎甲骨盆乃会当保持一个稳定的记载，安尼困摊起会是一个好的姿势。困摊拍就较无建议，因为身躯大部分的重量伫个胸部甲腹肚，会影响到呼吸系统甲消化系统，嘛真会造成腰酸甲肩胛头酸痛。啊，到底困摊起、困摊拍、甲困摊笑，困什么姿势上好咧？这其中的学问真大，拢有优点甲缺点。简单一个要领，只要会当互两骨放松，困甲真安稳，就是上适合的姿势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困摊起、困摊拍、困摊笑，实在真趣味。